遐那伫咧台中有一间人家厝的二楼是清在伫咧庆烟，不时就防就是讲是发生火灾，是感觉真困扰。其实这是一间咧卖粿的老店，伫咧吹粿的时阵清出来烟，因为清在有民众就是讲是发生火烧，就赶紧报案。即马业者是规气去做一块扛棒来提醒民众，这烟是因吹粿的时阵清的烟，唔通误会。伫即个详细路口，我甲有一间粿肉档。伊的二楼一直请烟出来，经过民众也就是讲出导火。那个烟好大，看起来有点可怕，我也会想要报警哎。看起来像是火灾，但是又不太像。为什么不太像？是在烧什么？广告板啊顶头写讲，莫过报警啊，莫过问啊，会请遮尼侪白烟，是因为楼顶的店的灶骹伫咧吹粿，赶即个看板的卖粿即间店。所在是伫台中市建国市场，业者做遮尼大片的广告看板提醒，是因为之前真侪人报案，因伫灶骹吹菜头粿、发粿、红菇粿，特别若吹好门开开，水汽烟就规个呛到厝外。啊，人定定接到电话，啊，就回去做一个看板好啊啦，啊无定定拢安尼敲电话啊，伊拢一直甲我问，我嘛感觉毋知要安怎。有地势的广告板毋难这边，之前伫台中七期有地主3000平的土地，一平要卖100万。房中就伫咧看板顶头写，买袂起的就卖问。要店的广告看板顶头一边写，买厝已经无5万啊，只敢若烦恼讲，小等下要食啥？另外这边是写讲，食会使凊彩食，也毋过一定要有一间厝通住，互大家看到了讨论制作话题，也有广告的效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